而家就等我哋嚟重溫一下泥水批盪施工程序嘅重點。批盪前，所有墨線及泥柱必須做妥。使用白膠漿時，必須根據生產商指定時間內完成批盪工序。必須根據圖則、合約規格或則師指示做妥伸縮縫。每浸批盪開始凝固之前，必須完成所有執面程序。牆身泥底厚度於20mm 內，可即日分2浸完成。如批盪要分日完成，於當日完成後，必須將底浸畫化。批面浸當日，必須先向牆身灑水。窗台線面及冷氣機台面要做足斜水。窗頂要有雞嘴或者係滴水線。個人安全裝備及外牆棚架要符合安全規格。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，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。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，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，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。齊心合力，上下一心，提升住屋嘅質素，為人為己，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，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。